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现在在新房里，明天要测甲醛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。虽然我们之前买了很多试纸，已经测过了，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不准，所以请专业的检测公司每个房间都测一下。然后他们让我今天晚上先过来把门窗都关好，而且中央空调全部要打开，调到27度，因为温度高嘛，甲醛才能挥发，温度低的话就测不出来的。弟弟新房子呢哈。我们这些软装也才装好1个多月，看看是不是他们说的环保材料。这些板材他们宣传的是即装即住，明天看结果啊。你都怪在被你猜的，哇，现在好暖和啊！镜子走吧，明天早上来等待结果了。Tomorrow 过了一晚上，这个屋子里是暖和的不得了。现在我等检测人员上门，他们还有5分钟。哎，我等了你好久啊。不好意思。你们这个就很专业。这每个房间放1个是吧？是的。现在这个多久出结果？大概1个小时左右。你们这个板材蛮好的，是不是 ENF 级别的？是的。ENF 级别是目前人造板材当中甲醛释放量最低的一个级别，这个板材质量蛮好的。要出结果了。书房测出来数据是0.028毫克每立方米，只要不高过0.08毫克每立方米，它都是达标的。那我这个很低了数值。对，是的。像你装修时间这么短，并且用了这么多柜子，能测出来数据是合格的，还是很 OK 的。你这边滤值可以撤掉的，这个数据都没有超标。像你们昨天测了几户？昨天测了7户，就1户是没超标的。真的买了新房，那就是恨不得马上住过来。房子空关在这里不都浪费了吗？就是我现在这个测下来，婴儿可以入住吗？可以的，国标规定甲醛数据是低于0.08毫克每立方米建议入住，但是母婴级别的话建议更低一点，我们到0.06毫克每立方米可以入住。但是你们家现在测下来的数据是0.02到0.03毫克每立方米，这个远低于这个标准，是可以入住的。啊，那太好，那我准备乔迁了。恭喜你。好，那你去忙下一家吧。好的，再见。那我现在关空调了，开了一晚上，心疼死我了。拜拜，再见。真的很开心啊，心里最大的石头落地了，可以搬新家了。真的是1分价钱1分货，这些软装啊装修都是我舅舅陪我去看的，之前拍的视频还都在那儿呢。有看了盛什么欧什么索什么，有2家都当时差点要下订单了。但是后来我舅舅建议，因为这个房子是我们有小宝宝要住嘛，而且我和镜子以后长期要在这里住下去，建议就是装修的好一点，所以后来才定了这个。也说明了商家没有骗我，他跟我说的是即装即住，装完第2天就能搬了。我还通了1个多月风，不过其实这个通风也没什么用，因为是冬天，甲醛都不怎么挥发了，所以其实10月份我们装完应该就能搬进来了。那个朋友们，今朝视频就到这，再会。